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近摆若是伫要选举，不离免就去讲到倒一个参选人是谁的后代。台语有人讲是机关叫出世，就是讲某一个人是名门的后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官，机关的官，读歌碗官第一条。读官这是读鼻音，官就是直直长长的插棍啊，或者是铁棍啊。啊，若是插旗仔的棍啊，咱讲是机关。古早考到举人或者是进士，门骹口拢会采机关啊。若是讲机关叫出世，代表讲是有来历。另外，伫咧机关顶面四角的物件，或者是机关斗，也有一个音读做官，意思就是环形的茶，像讲去当到面床帮重量的环茶，或者面床官；啊，若是当椅仔重量的环茶，或者椅仔官。这个文音读做干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栏杆，意思是用铁啊或者是竹啊插口做的，有阻挡功能的篱笆。第二个词读做机关，这就是讲插旗仔的插棍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大家坐船出海去游赏，会当我靠伫栏杆钓鱼，嘛会当靠伫咧机关边啊扇海风，互人心凉鼻吐开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官甲官拢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干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